癲癲，友情呢套微電影呢，其實就係 BSV 第二季 MK 妹素人嘅續集嚟。咁睇過第二季嘅朋友一定記得我飾演嘅燒賣係俾人呃得幾咁痛，幾咁絕望啦。咁今次呢，嗰個天真單純嘅燒賣呢，已經徹底死咗啦。呢一次我喺友情入邊飾演嘅係一位後生嘅單親媽媽，生活逼到我走投無路，我仲要養 BB， 又要交租，咁最後我唯有硬住頭皮揾翻我嘅朋友 Yomi， 踏入呢一個充滿計算同埋慾望嘅世界。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嘅無助，我終於睇清楚呢個世界真面目，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我唔再係當日嗰個傻下傻下，好相信愛情，好相信人性嘅女仔。而家嘅我，眼神變得更加凌厲，手段亦都變得狠，更加充滿住野心。我想要嘅嘢，我會用盡一切辦法去攞到手，無論係錢定係男人，抑或係一啲唔屬於我嘅嘢，我都會不擇手段咁搶翻嚟滿足我自己。呢個角色係我嘅蛻變，亦都係好多女仔心底入邊最黑暗同埋最真實嘅。由受害者到掌控者，由被呃去到學識呃人，到底我最後會唔會變成我最憎恨嗰種人呢？定係喺呢場遊戲入邊揾到真正屬於自己嘅救贖？誠意邀請大家嚟見證住呢場復仇式嘅蛻變同埋心魔嘅對決。大家記得去 BSV 度睇友情呢套微電影啦！